再来看台中的港警甲台电公司的专案小组抓到一件偷电的案件，一个有前科涉入的嫌犯哦，去年伫台县市帮工厂、公司佮有电脑的机房改电表来偷电。台电统计计共是有15件哦，嫌犯嘛已经向移送法办，台电是爱伊赔偿1783万。警方甲台电人员来到住户门口拍开电表一看，发现内底有向调工破坏，造成电表无法度正常走出用电度数。这个电流信号线跟里面的插座通通被破坏了哈。台中刑事去年接到线报，讲有高用电的工厂、公司电脑机房偷接电，发现有一个电工背景的嫌犯，每一届收3万至5万，专门替这用户偷改电表，讲会当省9万块电池。敢若去年就已经不法赚560万。他去更改这个台电的电表计量器，让他就是可以少算这个用电量。去年的话，这个嫌犯大概就获利了50-60万有。警方调查，嫌犯对2016年开始就咧替人偷接电，互法院判关8个月，有原是唔知悔改，犯记录招骗新北、新北县市、苗栗、台中甲彰化。台电统计，这届佫查到15件，会依照电池损失的1.6倍来讨赔，拢总是1783万。总共成案了15案，其中包括了15个电号及10个地址。当中属于台中地区的案件有2案，除了其中1个高压用户还在等警检调查结果后再行商讨和解释以外，其余的9个案件、14个电号均已缴清或分期付款当中。台电表示，目前除了一间涉案的高压用户以外，其他拢已经同意纳清，也是分期。警方是依照早起窃盗、规则文书等罪嫌，甲涉入的嫌犯甲偷接电的用户拢总移送法办。目前涉入的嫌犯是裁定羁押禁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